miên mùa tỏi bua tờ tao lùm dọi lông ồ y thôi này ta buông thải y dẻo liu hang ồ y yếm nái thầy cốt ta buông y thôi anh ta có thảo dồ dung như chào lồ y sẵn tệ y hàng nái tút dồ dung thảo trông cua như biên quân làng cò y bua dồ dung này dung yếm y sẵn buôn sơ nái cho tại ồ y sẵn buôn sơ nái sẽ bền bu nhé yêu miền dùng sơ ồ miền mùa tỏi à miền mùa tỏi à miền mùa tỏi bua hiệp chúng ta chọn chị em bị buồn phìn sen có bút hông hỏa có thảo nái bua dồ dung bu nhé yêu miền dung nhé chào lồ cắn chết tạ buồn cao。瑶族诗歌是瑶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用于记载历史、反映时代背景、沟通思想、联络感情、交流生产、生活经验的一种文学形式。其语言简练、通俗易懂，是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瑶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瑶族民间中普遍流传的诗歌都是以7字句为主，同时也有少量的3字句或8字以上组成的句子。其种类按照时代来划分，大体上可分古歌和非古歌2大类。按照歌词的内容来划分，可分为盘古开天至地歌、飘摇过海歌、记载历史歌、60甲子歌、东南西北歌、配婚歌、盘王歌、阴郡歌、云梯歌、坐地歌、出门歌、猜谜歌、剖里歌、叫人歌、落难歌、访亲歌、敬酒歌等等。瑶族旧社会没有自己的文字，都是借用汉字来表达瑶意的。现在瑶族民间流传的宗教经书和诗歌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极大部分字的音译及内涵与汉文基本一致，有少部分只借意不借音，或只借音不借意。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以歌言志，以歌唱史，唱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以歌代信，寻亲访友等都是用歌词来表达的。如人类的起源、生活习俗、婚姻丧葬、盘户12姓瑶人祖先神话的传说和寅卯年间天大旱，万物吃尽，逼得12姓瑶人从南京石宝山背井离乡向东南方向进行了第1次大迁徙，飘摇过海等等。这些历史大部分都是以歌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说明了瑶族人民无愧于歌海之民族。瑶族诗歌是瑶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瑶族群众用它来充实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解放后，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把瑶族诗歌当成风、姿、修来批判，导致瑶族诗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此无人敢写和敢唱瑶族诗歌。现在的青年人有许多都不会唱瑶族诗歌，瑶族诗歌濒临失传。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在农村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抢救和挖掘民族民间文化，才使得瑶族诗歌重见天日，开始复苏。但目前瑶族诗歌仍处于亟待抢救之列，只有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才能寻出瑶族人民传统文化的渊源，使之代代相传，万古长流，让瑶族诗歌这朵灿烂的文化奇葩绽放花蕾，永葆艳丽。农历有钱面目对啊，等在农，一些中古也有面，一些手不是变稳了，网民需要稳，一些也到爱好文学传注的面，一年这人下就开始装洗手机整理国内外的有面中，先后走的法这人下的有面中，编装飞度节能万丈的有面中书稿，头那绿这人下终于公开出版了瑶族民间诗歌那本书，那本书嘛，中国、美国、泰国、非洲及那国家的有面中，一朝泰国人交流下，就建立那有面中的泛滥，中国的小视频，不比抖音平台不有不专门网页中演那本书个女，那本中书买500人篇，
其中右面中嘛非被人骗，右面保价看中嘛也被人骗。那本中收内容丰富，制度收藏，还读右面中我保价看中，我做那本中收呢有前面目短，超一练习。一年手机微信号码150966478，省委挖到关键边红不要容力有钱，人民别国某罪某难，人有百万。